这大不停哎 ，start， 往左边移动，按正，按加，字就变大，按加，你看字变大。也可以按往右，那个中文字上下直行的，中文字上下直行从右边往左边排，所以它的播放方向就是往右，就是往右的箭头。也可以闪烁，你看，按 blink 字也会闪烁，按字的颜色还会调色，按背景色还会调。